咱台湾国内疫情当日稳定，公司台基台今夜要推出后疫情新台湾的专题报道，讲到咱台湾受到国际肯定，不过疫情过后要安怎将咱的经济、人才、政治、国际关系等等赢人大胜利，而且一寡科技产业的供应链离开到中国了后，咱台湾的产业要安怎重新安排？请看阮的分析报道。 咱含现代汽车、日本日产汽车，甲含台湾将有关系的苹果手机啊供应链，伫咧这波疫情当中，拢因为中国停工。工研院分析，疫情了后，全球的产业链为着要分散风险，一定要重新布局。 驻深的财经记者吴彩萍指出，各国优先的锁定医疗、战略物资、科技业的供应链，会大新刷出中国。台商是看懂这波布局上关键的力量。我认为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的这个台商大迁徙，就是从中国搬出到印度，或者是到越南或者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或南亚国家，配合全世界这种供应链多元化的需求，那台商会 带头去做这件事情。这几个月疫情吼，加速这个中国台商搬徙的这个速度，包括讲一寡台商会转来台湾投资，其实即马拢有加速的迄个状况。即马越南足侪工业区吼，继续拢一直起来。美中贸易战伫咧疫情期间，两边拍甲唔轻相让，连全球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嘛被迫来表态。 伫咧后疫情时期，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挑战，台商嘛就爱超前部署。换到去美国还是去欧洲，可能因拢一定几若冬无咧做这种制造的产业，所以一定是台湾的厂商来去因咧去做因咧帮忙啊，所以这是台湾伫全世界的工厂。 拢是咱较大的另外一种国内的市场。工业研究院分析强调，台商和世人看到 Made in Taiwan 的实力，即马要和全世界看到 Made by Taiwan。不只是伫台湾做一寡制造，伫国外这工厂伊内底需要的系统、需要的专业的知识，拢是为台湾这边远距的提供嘛，高阶的价值会当留伫台湾这个本土。因过靠努力，大工利顺步来拍遍世界的台商。伫咧后疫情时代，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，台商爱以技术的实力和研发的能力，掌握供应链全球的盘算，甲价值链的地位徛好在。记者由陈长玉水台北报道。